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自動標示週末日期。首先選取要設定嘅範圍，係常用。條件格式設定。新規則。使用公式決定要格式化哪些儲存格。打入。記得係以前面錢嘅符號刪除。設定大於5。再設定你要嘅格式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